新年天岁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祈愿。在汶川，这份祈愿有着格外厚重的分量。这里曾见证过风雨同舟的中国力量，也铭记着深情如山的殷殷嘱托。当新年的钟声再次响起，汶川用一组最新数据为天岁写下温暖注脚。人均预期寿命78.94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不仅是时间的长度，更是生命的质量。看我，看我！你们想知道长寿秘密吗？请跟我来。你咋又来了呢？哎，我这个烟都抽了这么多年了，嘎，我的身体我也清楚，我还有点事就不留你喽。师傅，他太犟了，还是你来。对，我去啊。走，搞定了。你晓得我们现在县域就诊的是多少不？不晓得。94.6%。你晓得意味着什么？这个也不晓得。意味着群众对我们县乡村3级医疗系统的信任。你是新来的村医生，缺的就是村民对你的信任。那这个咋办呢，师傅？其实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也不难，像我父亲一样干了一辈子的村医，随叫随到。我也干了这么10多年的村医了，老百姓自然要给我们些面子。这儿看这20几头，我们再来逐步给大家再测下血糖和血压，保持你们过年之前血糖控制很好，对不对？刚刚新年过个年，娃娃些高兴，你们高兴，你们高兴，娃娃些自然就高兴了。但是我们都是持久医生，收入不稳，很多人也干不长。高人民是咋个产生？你们现在晓得吧？晓得，记得。这儿是瘦肉啊，猪肉都是平便的，它这个饼干主要是通过一个血液传播，正常的接触是没得问题的，好吧？来，杨生，喝水哟，好，辛苦了。好，谢谢。小杨是外地人，他是2025年到我们村当村医生的，他是全县第一个有编制的大学生村医。国家给薪水，只要他愿意扎根儿，自然就比我们走得远，走得久。村医要努力解决村民小病不出村，但要提高人均寿命的话，还需要提升大病的救治能力。非 SD 段抬高型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我们心血管常见的危急重症，相对来说，它的那个猝死的风险还是挺高的。那先照吧，先照，管子推出来，你这个操作也有点长了。以前我们遇到心梗的患者呢，明确诊断以后，都必须转诊到有急诊、冠脉造影、支架植入手术的医院去治疗。然后一会儿就在门口等着，不要走啊。他们两个老的嘛，比较方便到这儿，再到外面一点呢就有点远，他们两个就肯定不得行。这要好一点，等到省一完就是对口，这儿有完嘛，还是有点出名就在这儿来。7。然后比如你要松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步骤，是不是？那么现在在新设备的加持下，在我们帮扶医生和我们本地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常规开展这类手术，让心梗患者得到更及时有效的治疗。医院在“十四五”发展期间，我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力的提升，总诊疗人次、住院人次逐年提升，转诊转院率逐年的下降，这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投入以及上级医院大力的帮扶。泽朗若尔玛，就是翻译成我们汉语，它是什么意思啊？长寿度母的意思。哦，这个寓意很好，度过了这一关，把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控制好，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好，定能活到长命百岁。谢谢医生啊，也祝你长命百岁。好。这个就是我们全村现在活村过后的1573个人的信息盒。要点我看一下。先去人，再看病，你医术再好，记不住人，老百姓也不信任你。哇，这个确实厉害。高腹安、高血压、
扣清平，高血压。易珍妮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谢桃园是一个86岁的老人。高福安有高血压。寇清平高血压。高国清高血压和糖尿病。村医要做的是早发现、早提醒、早管住，才能把大病挡在门外。高血压和糖尿病。他们听你们招呼嗦？对。不听你们的？哎，对，有一点。是不是你说那个十足那个高本哦？对。他个糖尿病有点凶了嘛？对，之前我们给他测几次，他血糖都高，劝了他几次少吃点糖啊啥子之类的。但是我有了解到情况，他偷偷就在吃。有一点嘛，因为他不是很认可我们给他说这东西可能。然后我的意思是，可能你的话他愿意听一些。刚才你们说一下嘛。好，谢谢。好，要得，谢谢。我只放心你搞。好，谢谢。好。真的，有些村民的话，给我们村医都还管用。曾经一段时间，我们的病人量很少，哪怕我们的报销比例比县级医院高，看病比县级医院方便。我这心里就不舒服了，现在的。哦，那我给你听一下啊，婆婆，我给听一下。这个地方痛不痛，婆婆？这个地方？就昨天晚上睡到这儿有点硬了嘛，就有点痛感肉。他这块的话，可能还需要再查下血，看一下。我们这查个生化嘛，简单的查个生化，看一下评估下，可能要给你调下药，啊，一个调下药，然后再看一下你这个地方痛是啥子原因。我今天带我妈妈来检查病，就冲着这个傅医生来的。感谢傅医生。没得事。早点那个下午车个。啊，我是来过的嘛。而那边那个工地讲的是那个娃的。我反正那个记不到名字，反正我看挂一下我看着没得记。因为现在赶车也不是很方便，我们到汶川，这个下那就比较的近又方便嘛。反正就傅医生下来嘛，就给老百姓造福了嘛。感谢傅医生，感谢我们的镇医院。这种情况从23年逐步得到改善，就诊量逐步提高，这都得益于医共体的建设。根据医共体总医院的安排，我们医院中级职称以上的医生会到乡镇卫生院轮流坐诊。我是一个主任医师，我每周到映秀卫生院坐诊。如果我没在映秀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远程会诊。同时，我也会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及村医进行业务指导。高大爷，你如果1个月在吃药的情况下少吃点甜的，你把血糖降下来呢，我就给你买无糖的点心，然后再给你颁个健康的奖。你说要得不？严医生，那我不答应你，简直就不准备回去过春节了。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一直在你们屋头待着过年了。现在看到你哦，高本儿，听杨医生了哦，他们都是为你好跑去回忆了。杨医生喊你少吃糖嘛，你少吃糖。听他们医生的话，多喝点水素嘛你。咋个呀？你还听话嘛？对，那来喝茶。我听医生的嘛，听村委会的嘛。虽然像哄孩子一样，其实还是很管用。我们父亲当村医的时候，药和设备都很少，村民翻山越岭的来看病。现在就不一样了，设备和药品都很齐全，在卫生室就可以刷医保，小病小痛就不到大医院去了。所以我有信心活到97岁。爷爷，祝你长命百岁。我们祝你健健康康。姐，在不头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注意降低辖区内重大慢病的过早死亡率。最近咋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发疼，自己脑壳不清醒。今天还可以，那儿坐一会儿。能起来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还是要会儿。一直躺到它循环，它就更不好，晓得不嘛？宣告那个就怎么，它就要栽一个。栽在那个高头了。
我说喊他床边上坐好嘛，干我说看办到，办死算了，他说，没我说办不死呢，你哪里痛嘛？他经常性这么说。对于疾病这一块，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医防融合模式。对于慢病管理来说，我们全县也组建了81支健康管家团队，分别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人进行了慢病3色分级分类管理。绿色的代表的就是我们控制比较良好的这部分的病人。那么我们比如这个王婆婆，她之前也是高血压，后面也发生了脑梗，我们就把它列入了重点的管理对象，用红色来管理它。平时你要听那个姐给你们说的哈，喊你活动手，喊你弄脚，就是动脚这些的。你手那些你经常这样子多溜到起嘛。你拖这，对了，你看。加油，每天多练几下。一天没得事就这么坐到起，每天多练几下。下次我要下来看你哦，你得到几个？啊，要练一下。看你没有？没有哈，没有。反正医生来了时候他也有点高兴，他那种。我们健康管家针对我们慢性病患者，也给他们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里面涵盖的内容可以做健康宣教、健康体检和我们面对面的一些日常的随访。血压好就继续吃这些药，就不换。好，要得，王医生，好，要得。那还问我要好多钱，我说妈不要钱，让医生些都得免费的给你做的，晓不？脚呢？脚就是左脚还是左？你过来嘛，姐，我跟你说，你喊他这儿来。要给他这种轻轻的给他揉下子，然后像这些地方就给他垫点东西。哈，要不你就每2个小时要给他翻个身来动一下。我说嘛，长了褥疮呢，长了褥疮你更不好护理。特别是针对失能老人，我们的健康敲门行动，让医生上门把康复带回家。就像王婆婆从卧床到能够坐起来，我们关注的不仅是疾病，更是让每一位老年人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那你好生休息啊！要春节了，春节快乐哈！要过年了一下就好。对，那我们下回又来看你哦哈，走了啊，没有。为了掌握全县的健康状况，汶川县从2012年开始，对汶川的常住人口进行了全民健康体检，截至目前已经免费体检48万人次。我们县里特色有健康办，每年都要对全民健康体检进行规划。我们有2台移动体检车，这个就是我们的车载 CT。另外，我们还有 DR， 还有尿液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彩超机、心电图机等移动设备。通过健康体检，群众能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情况。喂，你好。哎，你好。我是你的那个健康管家王医生，我想过来给你做个随访，你在不在家？哎，实在不好意思，王医生，我这段时间工作有点忙，然后妈妈他们呢也没有在家。那这样的呀，那我后面你们空了我再打电话给你联系嘛哈。喂，你好，我是你的健康管家王医生。我们要面对的第2个问题就是，健康管家上门服务的时候，部分人的配合度还是不高。放松，不说话啊。现在准备开始测量血压。你的血压正常。对，这儿给你记起了啊，测血压记了5分啊。婆婆，你这个可以兑个这个杯杯。杯杯呢，我家里面都有了。我想要一个那锅锅儿。这锅锅儿啊？锅锅儿差5分。差5分就给我添个5分嘛。我经常都配合你们的工作。这个我不敢，我做不到主。做不主，那我不为难你啊，我就找下你们领导嘛，对不对嘛？那好嘛，走嘛，那我们俩找一下。在汶川县疾病预防控制的版图上，除了全民体检、慢病管理等措施外，我们还有一块重要的拼图，就是这栋楼，它是广东省原建的。这是我们疾控中心的宝贝，2025年购买的，价值100多万，叫
微生物质谱仪。这是我们疾控中心的另一台宝贝，是价值80多万的连续流动分析仪，主要用于水质检测。这是我们刚刚到的锁式提取仪，主要是用于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以前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只能送到外地去检测，相当耗时。现在有了这些设备，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像最近国际社会正在关注的尼帕病毒，我们也有这个能力检测。春节快到了，我们要通过检测确保每一滴生活饮用水安全。哎呀，现在哎呀，我考虑下嘛，嘎，才5分的嘛。不是的哈，婆婆，这个都在要5分，镜头闻到我要的话，我这个磕不平哦。那就算了哈，那就算了，不为难你。下次你又来那个嘛哈。好，那就走了啊。我再去找他说一下嘛，你在这等我一下。哎呀，麻烦你哦。我院长同意了。你晓得你们那儿社区有几个那个婆婆，她们都不配合。你今儿下去，你给他们做工作哈。好嘛。我们下个月就有那个健康讲座，你把他们一起约进来哈。好嘛。我到时候给你多结5分。一定完成。2026年是15.5的开局之年。我们卫生院也有自己的小计划，对于自我健康需求较高的人群，我们健康管家在提供免费基础包服务外，研发了升级包，自愿购买后，他们享受的服务项目也多一些。比如慢性病患者的监测记录会通过便携式的检测设备自动传输到大屏上，比如我们孙婆婆。她今天测量的血压是131/68，我们也可以随时的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3、2、1，开始。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中医说2026年第一期。我想问一下，过年期间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怎么去吃呢？第一点就是要忌油腻。我们医院地处多民族聚居地，近年来我县在民族医药上的传承、创新、发展，让各民族群众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对提升我县的人均预期寿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个地方只有把最脆弱群体的安全都住、都实、都牢，人均预期寿命才能真正稳步提升。而我的工作就是守住生命起点的安全。苗姐，今天手术挺顺利的，你感觉咋样呢？还可以。可以嘎。看一下小宝宝，哎呀，小宝宝好可爱哦，睡得香的。恭喜你生了一个小公主哦！谢谢。我们也要感谢你。感谢我啥子？感谢你在我们医院选择在我们医院分娩，没有去外面的医院分娩。那你要再感谢我一次。我老大爷在这儿生的。好，我再感谢你一次。下次你来生3胎我。再生对了。娃娃要吃奶奶喽。吃奶了啊？哦，吃奶了，嘎。就有些个别朋友他还是选择出去生啊，或者是比如说像这高龄产妇也有高危的一些风险因素。带小孩那些你想哪里生都可以哪里生啊，但是我们还是首先一个相信这儿县医院的医疗水平。然后加上我自己是美院职工，对自己的医院也比较了解。妇产科产后大出血应急演练开始。是这样子的，你现在已经39周了，然后合并有瘢痕子宫，就是你打算好久住院终止妊娠呢？我看你医生，你觉得我好久来合适呢？那你明天来嘛，要不然？幸福的妈妈，快乐的美少女，辛苦哦！然后祝愿小宝宝平安喜乐，健康成长。哦，这个妹妹好乖哦，妹妹，这个才真能千金哦，嘎！你们那个2胎补贴里面。马上可以。他们这代人才安逸，嘎。
出生牛自带奶粉钱。这个2013年的这个就是哥哥，这个就是妹妹。汶川县在完成2025年国家级育儿补贴发放的基础上，还对155户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了汶川县一次性育儿补贴17.7万元。你没打没啊？没打。从第一天就打了吧？2024年，我们成功创建了5A 级预防接种门诊，是全州首批。现在的我们接种面积比以前扩大了5倍，我们也拥有了全智能化、数字化接种系统。现在我们的群众来接种也不用再排队，我们就直接可以等待叫号，也不用在排队的时候发生口角。现在我们门诊接种疫苗的种类也增加了很多，接种时间以前每月接种2天，现在我们每月除了周6的话，每天都接种。现在我们的留观区的话，比起以前就更加的温馨，更加的合理。我们小朋友有动画片看，也有游玩的地方。针对我们的孕妈妈的话，我们也有哺乳室。王姐，恭喜恭喜哦！来晚了，不好意思。哎呀，谢谢。哎呀，先办公室再办私事嘛，真是太多事了，就是医院头。就是要先这儿娃娃产后那个产妇分了，我们要去产后访视，然后看下新生儿跟产妇的健康状况，还要教下那个新手爸爸啷么照顾娃娃。你看你这样抱起就很深爱，你首先要把头给它弄好，你的手，这样子你把它箍得太紧了。你如果是太这样子很紧了，它也不舒服哈。这样子肯定也是，你可以放松一点，看到没嘛？这样的哈，弄到起来。大一点的呢，你就可以束抱，3个月过后，头这些稳了就可以束抱了。哇，长得好乖哦，嘎。然后我这儿给带了个我们那个市民福利一个水疗卡。到时候帮我侄女带起好生游下泳啊、洗下澡啊这些，人家长得乖来嘎，睡得香。如果守护婴儿是筑牢成长根基的话，关爱老年人就是提高他们生活的质量，让他们更长寿。我们战胜有多少波澜，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们南桥社区是汶川县最大的一个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000多名。我懂到10多样乐器，反正平时就在喊我饭店呢，你再增加一节课，还这么跟我说，大家都在这儿来，反正有所作为，老有所乐，人多一点，有说有笑，一会儿时间就混过了，总觉得就没得那么忧愁那种感觉，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在这儿活动饿了啊，这儿还给我们设立了那个伙食团，很便宜那种，他们都很高兴。反正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呢，加班加点，还要里里外外楼上楼下跑，还要安排很多事情要做。新年快乐！在“十4 5”收官之年，汶川县的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了78.94岁。这份民生大眷源于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在国家长期持续的投入下，我们立足汶川的本地实际，创新实践工作。进入15时期，我们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我们聚焦全人群、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和民生保障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地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安康，增进民生福祉，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